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讲这台电最近跳的情形和过去来比是无较济，属互媒体报价倍数大家拢有。另外，汤恒大南今仔日下晡10点，有运毒品集团对各国假兵宣告民众厝内面才去协约批汤，2个月来伫全台湾已经89封提醒民众要注意。9天民俗期集团跟三太子的东亚要完成这个在台湾一年用玻璃方式按算28天完成。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日伫立法院访问到欠电的问题，伊是表示讲台电最近跳电的情形和英国来比是无较济，属互媒体报价倍数逐工拢有共款。不过桃园还有台南呢，今仔日也拢传出失电的情形，2县市有上千户的民众受到影响。这次中昼12点外，台南市区停电交通后期失效，今日靠警察指挥交通维持秩序。有饮料店杯仔口无法度封膜，封口机没办法封膜，看他们要不要就是杯子装着，然后这样拿着喝。无法度封膜饮料，真正是旁咧都惊抓出来。伫小食店，民众讲都惊食小的会流汗，才特别挑选有冷气的店头，结果也是拄着停电。停电啊！我要内底我要热死啊！要当着几身躯干，搁食，搁当家食这烧的。30几度嘿，阮伫遐煮啊流汗啊，苦苦地啊。面店头家原来煮原来热甲流汗，未少民众拢讲热甲挡袂牢。根据台电统计，7日中昼因为开关收故障，造成台南市南区大东路2段、台南市东区大东路1段这所在有1290户停电。台电派人抢修，伫个下晡1点03分就来电。暗过7日停电事件毋那一件。透早6点外，碰瓷卡表线路、高压断线，造成桃园中立龙昌路加北德区中兴路这所在4961户停电。乱七八糟，没事停什么电？睡觉睡不着，热得要命。对最近定跳电停电，有利于关注台湾敢有欠电。经济部长郭志辉伫立法院接受质询，讲出答案。每一年的跳电的次数跟当今来比，现在并没有比较多，现在只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反而好像他每天看到都有个跳电。针对13-1号起7月27特别度刑，立法院下礼拜会排审协定延期法案。郭志辉是回应尊重立法院决定。这么多的民众这个期许，立法院他会参考吧？我们就是执行单位，立法院只要通过什么，我们就去执行什么。台湾前一段天用电高峰期，核电陆续度刑，国际大厂超肥甲回答拢想要伫台湾投资，有9个县市咧争取，暗过若要设电厂，拢拄着示威抗议，所以华夏区县市既然要 AI 厂商投资，也希望能协助台电发电成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苏花公路中德路段车伊有个水泵山，有几落在遐吊伫遐，加在这公路总局协助抢救，车2早起已经甲因解救出来。所以因为下晡搁再落雨，若要通车，可能要等到初3下晡。不过即个泵山呢，这花莲县的灾害应变中心拢无启动，也防即期讲感受暗坎在前。苏花公路的中德路段是路石崩山，影响宜兰来往花莲的交通。遮侪大货车拢伫个中德段头前等抢通，因为若行南回，运费就加倍。如果我们走南回的话，运费会 double 啊。因为它一般来讲，如果是疫情性封闭的话，它早上天量就会开啊，因为有土石流。初一暗时，花莲是下大水雨，大高山遮侪路段拢发生土石流，是影响通行。花德隧道中有遮侪汽机车封掉伫遐，无法度叮当。哇，你看这个要清，我看1个礼拜都清不完了。民众甲赛车经过土石流区迄个画面翕落来，互人看了真惊。经过抢修，初2早起7点，受困的车拢总脱困。雨真的很大，那当然很担心啊，都一直随时注意山区的状况啊。但是当时有100个人受困伫苏花公路，传出民众半暝12点外报案，公路局知影状况，但是无报予灾防中心。上局接到通报嘛，因为认为人车平安嘛无启动，报告界质疑讲暗坎灾情。县消防局解释讲，灾害应变中心要10个人以上死伤的重大灾情才会成立。没有办法再往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车辆，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惠德以及在我们的崇德南口这个路段，我们那个土石流成立的要件除了要有15人死伤的一个重大灾情，我们才会成立。我们都有循着机制回报给这个公路总局，希望公路总局在这个赶快来做我们的处理。因
雨山区初二下晡阁落雨，加上边坡土石流，放过几啊摆，甲路面规个拢淹起。彰化公路中德段本地迄天下晡5点就要抢通，即马因为受灾的状况真侪，通常按算啊延到初三下晡2点。另外铁路的部分，中嘛是双向拢袂当行，经过抢修，初二早起东正线已经抢通，西正线阁在抢修，一单线双向通车，往返宜花的班次是晚5分到10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前顶渔港边仔海霸王高雄分公司，今下晡4点38分左右发生火灾，4楼仓库是清出乌烟，消防局出动25台车，66个人去抢救，加在是无人受伤，这详细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玻璃那个安尼直直跳过来，我看抬头看，伫咧倒火，我就关心去拍，然后就用广播叫人关落来。抢救过程海风很大，那造成这个火势这个加剧。那我们现场有快速的布线压制火势。对这个画面当中，咱能看到这乌烟对4楼冲出来，消防局搁再出动分推车协助拍火。业员讲听到这玻璃跌破的声音，消防局是解释讲，这玻璃是下水救援解破坏的。那这大楼的1楼是办公室，2楼、3楼是工厂，导火4楼是无伫咧使用的仓库，内面有放纸箱仔，还有氨气槽。初步判断这氨气已经烧了了啊，无污染的风险，现场也无人受伤。不离个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国内有毒品集团涉嫌对荷兰运毒品来到台湾，故意用上一般的兵线寄出去，免人签收闪过追查。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讲这嫌犯这收件的地址，拢会经伫咧唔知头、唔知尾的民众引导，听候这物件寄到位，才有这强犯去人兜超人的批档甲物件摕出来。这2个月来，伫咧高雄、台中，也有台北、花莲等县市，已经寄19封批了。律师也要提醒民众，若准收到这奇怪批，就要赶紧通报，若无就会变做是强犯。警察伫大楼搜查出来，这10个人也搁伫困梦当中，就是遭受毒品规划甲目睭睭，算知已经互人看破骹手。女生上完厕所之后，这个东西。警方分几路全台走透透，将强犯拢装起来，为公共便所、机车、地步箱拢正做毒品，专点藏的地点。这贩毒集团将毒品分散，用假配方式为国外运毒来台湾。主嫌藏匿于幕后来统筹运毒那各地区的成员互不联络。皆由主嫌一人来统筹毒品邮件派送至多个县市，来企图制造断点。20多岁涉嫌的主嫌伫暗网找国外卖家合作，为荷兰运毒来台湾转卖，靠假批特性未签收这一关，各用假名经收件地点，假台北、桃园、台中、高雄、花莲等地，等到批到位，派下骹手为不知情民众徛过信箱提货。它的那个平信的那个状态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它的包装统一，而且在它短时间间寄送的量蛮大的。酷爷批查扣19张，早伫海关查验，早就互人感觉唔对同。内底有大麻、油头丸、安非他命，连一级毒品骨科碱也伫内底。万一民众了批了，可能无处理，恐惊真少运毒共同架犯。这整个运毒呢，它的犯罪行为，唯一抓得到的人就是收到那封信地址的那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们一定会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自己如果真的不知道，你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你不知道。好，他不会是帮助犯，他不会是共犯，他就是正犯。运毒行动上轻5年起跳，律师建议发现问题，马上报案自保，计划提醒退回邮务机关。因为不法集团手法搁进化，民众都要小心应对，唔通白白受冤枉。唔惊一班，只惊万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彰化园林的元东路2段，有一间真家厝，伊外口的洗手槽下骹，放放一粒炮弹。本地住户是当作是一般的铁佗物啊，想袂到厝边有人是军人，才发现讲这毋是普通的物件，赶紧通报。目前警方也为封锁线，也要通知军方来处理。军方来到现场调查了后，确认这粒是以色列做的81米的迫炮照明弹，这粒是已经射击过的，敢若纯壳尔无危险性。这款炮弹台湾无伫咧使用，怀疑是外国的废五金男做伙入境的，也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买来收藏，避免造成民众惊吓。军方已经甲伊炸弹去处理啊。
嘉义市有医生因为两骨损伤行动不方便，顶礼拜去台北某一间百货公司设计时阵，坐伫咧电动行李箱顶头走，却互一个保全赶出去。医生认为讲这百货公司欠同理心，不过百货公司是表示讲会要求这保全改进，也希望消费者也是爱使用政府进口的正规护具。学者也要提醒讲，这科技是愈来愈进步，小型护具也会愈多，政府应该爱提早检视甲规范。医院内底骑电动行李车真方便。嘉义一个新型专科医师宋淑权是两骨损伤的人，顶礼拜到台北一间百货公司用电动行李车代步，煞互保全妈要求离开。宋淑权讲第一时间解释家己行动不方便，将电动行李箱当作护具也是被阻止，互这支业者无当地弱势族群的需求。科技的进步会帮助到许多行动不便的人，这个以后我绝对不是个例，会有很多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希望依我个人的一个经验，能够提供给社会大众一个新的一个视野、一个看法。关于我们保全人员的态度上面，我们会加强的做改进。那也希望消费者可以多给我们一些机会。百货公司回应要求保全改进，也希望消费者使用百货公司内底正式护具。交通部也无认为电动行李箱是稳具。警方提醒个人行动器具虽然落实万车种类，不过各县市都无开放驶伫公共道路。违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创新服务越来越多，交通部他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看，通常都是用比较保守的方式来看新型的运输工具。我们法规永远滞后。学者提醒科技进步，有载人功能轻量型电动器具一直出来，亲像电动平衡车或者是电动厨房车，也常常人用。所以因为法规无法度普遍，建议政府若认为电动行李箱不是稳具，应该赶紧规范禁止，避免无清楚，互民众业者唔知要安怎做。记者综合报道。即摆的天气是热翕翕，不过少一群人唔惊热，挑战行三太子的同仔是来行路环岛。九天民俗技艺团第12届太子极限环岛比赛，7日对台中出发。其他日是行到彰化，今年有21个人参加比赛，要用28天完成世台湾一年的挑战。大日头下，选手轮流跟三太子行路环岛。这是9天民俗技艺团举办的太子极限环岛比赛。今年有3个队伍，计共21个人参加。有人是为着环保参加，嘛有学生囡仔要来挑战家己。我无想要伫厝，敢若就是食饱困，困饱食，啊无就拍电动，安尼敢若生活真无趣味，所以我就想要来挑战一下家己。行路真正足健康的哦，而且咱爱为台湾做一寡代志，就是讲，即马逐工愈来愈热，咱是毋是会当做一寡较环保的代志？跟三太子行路环岛这个比赛已经举办12天，主办单位9天民俗技艺团表示，这个比赛上重要的是团队的精神，队员爱互相斗3工，才有法度完成比赛。唔但有教育意义，嘛是一种文化体验。伊无分宗教，嘛爱拜拜，嘛有耶稣的，吼拢有，会使以咱家己的这个土地，用这种无同款的方式来纪念家己。比赛为台中出发，第2天行到彰化。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比赛要用28天的时间，行完1035公里的路，按算7月28这天行回去台中，完成世台湾一年的挑战。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讲到这热期间是旅游的大季，这屏东小琉球顶礼拜再出现上万名的旅客，为了要维护这水文健的生态，对7月开始，大阿坪还有这个三福还有鱼鼎尾3大的水文健会收一个人60块的费用，正做离岛头一个收观光保育费的所在。大人甲囡仔伫科劳部拿体验拿听讲解，屏东小琉球三福大阿坪鱼鼎尾3个科劳部有丰富的生态，吸引一寡游客来遮佚佗。不过7月开始，这3个科劳部爱收每人60块的观光保育费，部分游客改去免收钱的甲帮玩家量活动。私下聊，他们是说他们会先跑那边，然后等
看这边的收费的状况怎么样。根据统计，小琉球去年总游客数挖近112万人，虽然有观光财入来，不过游客伫苦劳堡采搭，地区沿海生物量减少。为了保育生态，县政府针对划做水产动物保育区的3个苦劳堡收费总量管制，这24的头一天游客数明显降低。3个潮间带的进入人数约48个人，那跟去年同期的进入人数的平均是600人，所以在人数上是差距蛮多的。有几条团游客伫无收费的海域酸水厅导览，拄啊是休热小琉球顶礼拜六已经出现万人上岛情形。初二早起人无减少，面对收费议题，游客意愿无同。当然不用说就好，最好了。每个东西有每个东西的景色，我还是会选择就是每个东西都去参观。环团环岛人镇下山区挖近海龟西两个甲板湾，同款影响生态。海渔署表示，甲板湾因为挖近威尼斯沙坡较歹管制，会进行生物调查，看状况调整保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欧罗巴航空一台无人机车一对西班牙马德里飞去乌拉圭首都的半路，却撞到强烈乱流，造成40名旅客受伤。这乘客回想起当时发生乱流的时阵呢，就安尼死有人切来切去，有的人无下安全带，就海去天崩。旅客也提供这现场影像，会当看到椅仔断去，甚至是椅仔顶悬出现火，正看迄个时阵可能是真激烈的。在欧罗巴航空 UX045航班遭遇乱流的乘客，伫北港的巴西东北部纳塔尔机场附近在等转坐巴士。乘客讲，拄到无预期的乱流，机舱的情形是真混乱。Madrid a Montevideo y nada, de un momento para el otro se estabilizó, se fue en picada y toda la gente que no tenía cinturón se fue por los aires, se dio contra el techo, se lastimó, etc. La gente que tenía el cinturón no tanto. 这架载315人的波音779梦幻客机的航班，原本车为西班牙马德里飞向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中途遭遇强烈乱流。根据乘客伫迄时阵翕的情形，天棚弄甲落落去，光线看甲清清楚楚，伊也个老虎乘客会食，甚至出现伊也裤断去的情形，显示浪的力头是有够大。Hubo gente que se quebró, que tuvo varias lesiones en los brazos, cara, pierna, en todos lados. Y bueno, más o menos tuvieron 30 personas heridas. 这架航班遭遇乱流了后改变行程，临时撇向巴西纳塔尔。降落时阵已经几十台救护车停伫天气病院等，将40个受伤的乘客送去附近的病院救治。目前知影已经11人留伫病院观察当中。欧罗巴航空为马德里紧逼调派另外一架航班，飞到巴西来载乘客，继续去目的地乌拉圭。早伫5月份就连续传出客机遭遇乱流的意外事件。新航为伦敦起飞的波音777客机，这73岁乘客因为心脏病救无倒来。卡达航空为拄下飞去爱尔兰的波音7879客机，造成12人受伤。飞行专家讲，气候变迁造成大气气流更加无稳定，好的天气出现雷达无法度侦测的晴空乱流几率，为1979年到2010年平均增加17%。坐飞机了后，赶紧绑好安全带，才将伤害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郑淑芬编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川告诉美国案件，找一对前总统川任内的合编权做出历史性的裁决。内容讲到总统的公务行为有某种程度的合编权，但是私人行为就无。川想要加至2020年大选并办行为是公务或者是私人行为，被发予下级法院来厘清。拜登总统伫当天暗示就召开记者会，批评这是破坏法治的判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位法官6票赞成，3票反对，裁定川普告美国案判决。立场属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伫多数意见书写讲，总统权袂使超过法律的规定，啊，毋过伊的公务行为绝对有免受刑事起诉的合宪权。但是总统的非公务行为是无合宪权。All I want to do is this: I just want to find 11,780 votes, which is one more than we have, because we won the state.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2023年8月，就2021年1月7日国会山庄暴动，以串谋欺骗美国、串谋阻碍官方听书、串谋妨碍权利、阻碍加想要妨碍官方听书的罪名，起诉前总统川普的刑事案件。伫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公布了后，会发行法庭法院查清楚，倒一寡是公务行为，倒一寡是私人行为。那这个小连线爱用真侪时间的疑心听证，会当确定11月总统大选举行前，绝对不可能会开庭审理。And for Donald Trump, that's probably as big a victory as he cares about right now. He'll worry about the trial if that happens, which will only happen, I think, if he is not reelected. 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伫反对意见书写讲，行使官方权力，互总统比国王较大，下令海霸对成员暗杀政敌豁免，为了掌权发动军事政变豁免，受贿赂予伊得赦豁免。拜登总统迄暗伫白宫召开记者会，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破坏体制，对人民甲国家拢是真严重的伤害。No one is above the law. Not ev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oday'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on presidential immunity,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理事环太平洋军演也当咧进行陆地训练，美军也分享城镇战的作战原则。学者就讲，咱的国军也会当用反恐怖攻击的名义来争取和东南亚国家交流城镇战的经验。另外，唔但是军事行动，各国也同齐进行运动比赛，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各国的团队合作。伫树林内底快速刷动，赶到指定所在。环太平洋军演毋是干那海上操演，陆地训练同款重要。相关科目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亲身设计。亲像是要甲印尼官兵新战术小组要安怎分工，难得有这款机会，各国官兵拢真详细咧听，才有指示行动。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有29个国家参加，每一个国家的训练方式、环境拢无同。美军嘛甲各国交流城镇战的经验。So every time we get a new partner force to operate with us, it's just a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start. I think it's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 lot of things they can teach us, things we can teach them, but also just building that camaraderie and that bond between partner forces. 他们比较倾向的是一种小规模的一个城镇作战，所以其实在这一边的话，对于我国来说也是有相当多可以值得借鉴的部分。特别是说从登陆、从水技到这个岸，从这个登陆到岸防到这一个滩岸，一路到城市，中间这一段距离，其实对台湾来说，这一段还会有一个空间的战斗。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跟美军来做这边做一些互相的一个互通有无。台湾虽然无参加军演，不过咱国军这几年城镇战的训练比例提悬，外界嘛咧讲两岸战术无排除会拍到本岛市区来。学者分析，亲像菲律宾等等这的东南亚国家，常常拢会叛军、恐怖分子，城镇战经验较济，咱就会当参考，嘛当透过反恐训练的目的，争取甲东南亚的国家合作。夏威夷附近海域，搜救人员对直升机跳落去海底，这群人多数是美国退伍军人，甲美国国民兵合作，协调海岸巡防队会训练3礼拜，演练甲人员对直升机顶悬救出来，顺利跳机。We are retired military, most of us, and this is Trident Adventures, owned by a retired Navy SEAL. So right now we're in training to become cast masters to exit people out of an aircraft safely. 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拢总有29个国家参加，超过25000人。因那公司新闻也访问了这群官兵，因拢讲一定来拜访这个威基基海堡。伫咧军演期间，各国透过运动比赛加深关系。The Waikiki Beach is a classic. In Hawaii, and shopping and go beach in Waikiki Beach. 闪过防守，找到射门机会，德国甲南韩对决，这是环太平洋军演的世界杯。另外一边的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甲纽西兰皇家海军嘛有比排球比赛，军演期间唔有操课项目，搁安排运动比赛，积分上悬的才有奖杯，有利扩大国家民久的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
AIT 处长孙晓雅这礼拜特别莅临，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特别颁发特种外交奖奖予伊。孙晓雅指出讲，见证台美连结继续深化，相信双方的关系会更加强健。AIT 也发出新闻稿，讲全球的合作海训练架构 GCTF 最近已经伫台湾举办民力训练演习营，包括着美加等27国的这个人员拢有来参加，强化全民社会防卫韧性。接过外交部长林佳龙颁的特种外交奖章 ，AIT 处长孙晓雅就要结束伫台湾3年的任期，伫这礼拜离任。I have watched as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have broadened and deepened. Even as the world evolves and the challenges we face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long-standing U.S.-Taiwan relationship is only getting stronger. I generally prefer to say see you later rather than goodbye. I hope to see you all again soon. In the recognition of her great contribution to furthering substan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林佳龙感谢孙晓雅伫任内是伫各领域推动台美的合作，互双方的关系是得到较早无的进展，而且持续透过全球合作和训练架构 GCTF 和第三国拓展交流、公卫、治安、能源这议题。最近，伫台北办民力训练演习营，包括美、加、日、澳、芬等等27个国家的人员参加，针对警报系统的运用、疏散避难设施的规划，按照协议机制这主题交换意见，而且参访民力任务队训练中心和8节民航车站、西门站，了解台湾的民航。以台美2个国家为基础，增加了日本跟澳洲，扩大到全世界很多我们的所谓的like mind， 也让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经验能够走出去。学者认为讲，台美用 GCTF 扩大讨论民航，代表对全面伙伴关系的方向去行。未来嘛无排除这个结果会当涉及准军事范围，亲像铺设地带的作战，还是认知战，会当和更较侪区域的伙伴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台语团体发起要甲闽南语正名做是台语的联署，针对这个议题呢，教育部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一直拢无正面来回应。不过今日总算有提出书面的报告，教育部表示会先针对课纲以外业务，甲闽南语改做台湾台语，也若课纲的部分也是爱经过课审会讨论。台语团体含这立委是呼吁教育部唔通闪，也唔通搁再拖了。2022年的时候，教育部长在这个地方就承诺立法委员要来进行盘点，已经给你们2年的时间了，你们已经延宕2年，所以2周之内完成教育部的盘点，就台湾台语要证明使用的部分。6月初六，立法院针对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议题，民进党立委吴派亦指出，2002年教育部早就有承诺讲要研究甲协调，2年过去啊，教育部所要是无实际行动。不过，即马教育部总算有书面的回应，拍算要先对课纲关联性较低的业务来改。8月底进行，咱教育部家己内底的咱的公文，佮有咱这个网络顶悬的词典，都会来完成台语的正名。这我感觉讲这是第一步啦，过来就是咱的课纲、咱的课本，这要经过课审会来讨论。针对调整台语名称的规划，根据教育部提出的报告指出，会照文化部进前公布的国家语言发展报告建议用语，包括台湾台语、台语和台湾闽南语混做非课纲甲课纲2阶段来修订台语的名称。其中针对课纲的部分，会搁来研究讨论共识。不过，要发起台语正名民间团体是认为，照文化部进前的调查报告，社会早就已经有共识要叫台语。会当一步一步来，阮也是感觉有肯定啊，感觉足好诶。啊，毋过阮伫遮是想要请求课纲小组，因着爱尊重大部分台湾人，就是认为台语就是叫台语的事实。啊，所以因讲要去追求共识，阮是感觉讲其实共识已经有啊，就是叫台语。根据教育部的书面报告，文化部打算伫7月至10月召开国家语言发展论坛，其中会讨论台语名称的议题。教育部表示会积极参与，后续课纲会根据文化部的建议来修订名称。也那民间团体是呼吁教育部针对课纲闽南语要正名做台语的诉求，莫阁闪避甲拖延。立委嘛表示会继续监督教育部。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
去治疗三阴性人癌的患者，通常拢有做健保给付的化疗，也有手术，但是这副作用是真大。虽然免疫治疗效果较好，副作用也较低，不过是无健保给付的，若准备自费，就要开超过100万。民间团体是呼吁中央赶紧把这免疫治疗列入去健保给付，提升这寡癌症的治疗效果。 42岁的柯小姐去年确诊三阴性鳞癌，柯小姐自费100多万做免疫治疗，搭配化疗，生活品质加真好。自费同意书给我，单子上面写了13万。医生那时候说化疗8次，他还不敢告诉我说我还有术后的9次。免疫治疗也有用伫气栓癌，医生嘛讲死亡率上悬的气栓癌，若无基因突变，侪朋友拢因为经济负担伤过大，搁不如总选用健保化疗，放弃效果较好的免疫治疗。 没有肿瘤基因突变的这个肺腺癌，大概也占了全部的30%。那这个30%的病人，基本上他们都是要用传统的化学治疗。民间团体表示，传统化疗副作用真大，虽讲有免疫治疗通选，不过费用真悬。总统赖清德发出2030年降低1/3癌症死亡率的健康台湾目标。因认为，放任亲像免疫治疗这寡疗法，健保给付的标准是有必要的措施。我们一线通常会是用比较传统，但是它可能相对是比较便宜的药品。那我们要一线治疗失败，二线再治疗失败，可能最后才能使用到最先进的治疗。在这么多的新药里头，那怎么样选择有效的、有价值的药？我们已经拟好了这个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草案写好了，这个礼拜就会送到行政院。健保署表示，目前政府有咧参考英国、韩国这寡国家的做法，希望成立独立运作、行政法人的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未来这个中心若成立，就会使加速各款新药的审查。记者郭明哲台北报道。 云林县政府今年推出万保良计划，只要囡仔的父母其中一个人设户口伫云林满3个月，就会当申请6万到13万的津贴。不过最近发现讲有家长领到津贴了后，随家这户口迁走，所以即马云林县政府也修改办法，爱设户口伫云林，而且大8个月以上才会当申请。 云林县连续16年出事的人数拢比死亡人数更较少。为着要刺激生育率，县府推出万保良的计划，只要父母其中一个人户口放伫云林3个月，就会当申请领6万到13万的津贴。不过，即马所发现有家长一个领到钱，就把户口刷出去。如果有延长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是对云林县来讲是最好的，因为才可以确保说他们是真的是云林县的在地的民众。民众说那个迁户籍过来把钱。 说领到了这一笔金额，然后再离开的话，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根据县府民政处的统计，万保良的计划为今年1月份实施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2569个红婴仔出世，领到生囝津贴。元旦了后，甲户口刷入来领到津贴的有785个人，不过领到钱了后，就甲户口刷出去的嘛有13个人。 总占比是大概0.07啦，也就是不到1成。 这个数字这样子，那我们或许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有迁入迁出的这个情形，那其实迁徙是一个有多种原因的啦，所以我们就客观的数字上来看，这13人哈。 县府表示，为着要避免家长领到钱就把户口刷走，县府修订相关的办法，为7月初一开始申请万保良计划应用金，父母其中一个人户口要放伫云林，而且爱住8个月以上，希望这个政策会当久长行落去。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 为了要解决这少子化问题，行政院长对应台昨就提出，由户政单位来提供还未结婚的青年，也有含这结婚了后还未生囝的翁仔某资料，互相关单位来推广生囝的鼓励，引起外界积极温水的问题。对应台今仔日是有笔会，讲是希望讲用更较有效的方式来宣导政策，绝对无打过线。 体验联谊活动，台北市要促成大些人透过联谊熟悉另外一半。9月7日，各位办联合婚礼推出奖励催婚，毋若要催婚，少子化各案规矩，生囡仔是一定爱有的。行政长杜英台册提出，户政单位应将适婚年会、未婚青年或者是结婚无生囝人的资料催出来，方便小解奖励政策引起侵犯各做疑虑。将来透过各种的科技技术，可以
更有效的直接做一些政策及奖励措施上面的加强宣导。 绝对没有逾越现在在进行的各项工作。导入台定清健全的户政制度，应有效帮助政府做人口规划。不过，中央地位港社呼吁，爱重视个人隐私。不结婚或不生，第一个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涯规划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点侵犯到个人的选择哦，人生的这个自由，还有隐私。没结婚没生小孩，难道是罪吗？每年都上千亿以上。 来帮助少子化，结果越帮生的小孩越少啊！这个户政的部分，那是由每一个国民他自己的隐私权，他能够自己决定他要不要结婚，他要不要有下一代。那这就是我们跟其他非民主国家不同的地方。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是到三港讲会，强调导入台公法利益是正良善，不过爱顾虑被吹出来人的感受，也要避免各自泄露议论。 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今宣布，含全国47个市场串联推广减用塑胶垃圾，希望会当对市场开始用买菜金含抽奖的活动，鼓励大家来家己准备垃圾，唔通买一项就落一个塑胶垃圾。不过有一个大头含民众也拢认为讲，若无用垃圾落起来是真无方便，看起来这个政策佫需要时间来改变习惯。 袂少人去市市买菜，拢是双手提满物件，塑胶垃圾一大堆，用量是真惊人。为着要推广减用塑胶，环境部拜二宣布，甲全国47个市场串联，希望用鼓励方式鼓励民众减用塑胶垃圾。有的人摕出来是手空空啊，伊要买物件转去，伊无物件通装啊，所以哦，阮就爱互伊。你若为着1箍，有时候跟客人的 关系吼，佫会拍无好安尼。那可是像生鲜的鱼肉那种，可能就，在国外是用纸啦，所以可能商家以后要改成用那个纸包。 为着减少塑胶的使用量，环境部拍算对菜市做起，嘛提供民众市市减塑的3个撇步，亲像买菜家己准备垃圾，切菜水果放点共一袋，嘛莫每一沓拢掏塑胶垃圾。目前国内有14类对象袂使免费提供塑胶垃圾，考虑点传统市场禁止会引起反弹，所以环境部有提供买菜金甲抽奖活动，先用鼓励方式来推动。 因为菜市场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包装的，所以我们会先用鼓励跟奖励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养成一个习惯之后，再来逐步来推动。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宣导摊商去做这件事情啊，甚至也要做到跟他们讲说，也要做到跟全联一样，跟 7-Eleven 一样，让消费者要提着购物袋到市场来买菜。 环境部表示，菜市仔甲夜市仔是全台使用塑胶垃圾上侪的所在。这届透过全国47个市场合作，期望到年底，暗算会当减少6500万的塑胶垃圾。希望透过宣导，互买菜嘛会当真环保。记者陈阿选、谢桂林新北报道。 逐天有60万人去使用这台北车头的便所，为着要让这个环境变更较好呢，这代替开闢50万伫个13间便所按科学检测仪器，只要便所内面的阿莫尼亚高度超过20 ppm， 清洁人员就收到通知，就要赶紧去拼咯。伫代替台北车站的便所天幕顶加一个黑色的装置，原来这是代替新加装的科学侦测仪器，只要便所内面的氨气浓度超过20 ppm。 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知清洁人员。清洁人员伫咧接到信号了，就会去便所内面地板、马桶、水便座，每一个所在拢会清一遍。那好啊，这样非常人性化。我觉得很好啊，可能会比较干净吧。代替表示，这个科学检测仪器会进行氨气、通风加照明的检测，以科学数据化来管理便所，进一步解决便所 垃圾、湿加臭的问题，提高便所的舒适度。另外，便所内面一个结合着感应服务铃，如果唔免用手拭，只要手一挖过去，就让通知清洁人员来倒沙缸或者是摒扫。如果有超过20 ppm， 清洁人员就会直接到侧间来做清洁。不定时的时候有超过20，那也是会提供讯息，由到赖群组。 请清洁人员赶快到现场去做清洁。环境部伫咧去年11月捌公布民众对公共便所评比的结果，伫迄当阵代替的便所，互人评定是上垃圾。即马代替开闢到50万，
伫咧13间便所内面，引入日本的便所检查技术，经一个每工月60万人流，将便所需求正悬的代替台北车站试办，希望会当提升便所的清洁品质。记者综合报道。7月，台东县阿美族各大部落拢开始举办丰年祭典，通常会对传承文化的青少年成长营开始学习这部落的传统生活。今年鹿野乡7大阿美族部落的青少年文化成长营，就和水利署第8河川分署来合作，加入生态的教育，教少年人文化传承爱做以外，也着爱兼顾生态。鹿野乡7大阿美族部落联合举办青少年文化成长营热戏节，初二正式开训，有35个青少年参加。在前一天的课程当中，部落老人教因做特别的热戏人啊，佮提到避南溪布置陷阱，以时佮去溪内看是毋是有掠到鱼。公益有没有鱼？我都没有。我们大人可以带小孩子看生态，给他们生态，又教他们。部落老人讲，其实避南溪的鱼已经愈来愈少。水利署第8河川分署今年就特别找生态保育机构，利用部落祭典教青少年熟悉避南溪原生鱼种，也让青少年学移除台湾西部直侵东部溪流，促成溪谷的强势外来鱼种。鱼类的一个捕捞，可能因为太过度了之后，然后导致了本身。在我们现在卑南溪在鱼类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数量种类上面呢，有一些相对的一个降低的情况。只有认识了在地的原生种跟外来种，他们以后在记忆或者是在猎捕的过程，才有办法去判断这件事情。第8河川分署表示，鹿野乡阿美族7大部落联合青少年成长营已经办10年，今年是第1摆将生态教育纳入课程。唔通掠鱼伤过头，希望透过教育甲移除外来种活动，大大恢复避南溪流域原生鱼种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大众传播研究所为了要让学生囡仔有分辨媒体资讯是真也是假能力，特别去到家己的溪口国中举办媒体素养的应对活动，希望透过课程呢，让学生囡仔有思考能力，去判断网络顶头的消息。学生囡仔用到抓条啊方式来模拟伫网络顶面对文章刺赞或者是流话，这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所后来期间为各中的学生囡仔所举办的媒体素养应对。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诈骗，他们都会利用假讯息，然后来让我们民众来上当。就这囡仔就是用手机啊、智慧型手机，就是接收这的资料，啊，搁有看影片，啊，搁有就是看新闻。所以讲，为着感觉讲接收正确的讯息，安尼是非常重要。智慧手机真利便，唔但改变资讯传播的方式，也大大影响现代人的生活。也对嘛，透过课程来了解即卖学生囡仔规工手机摸条条，到底拢在看啥物？都要看一些追剧、韩剧的等等的，然后就是或者是打电话聊天这样。看搞笑跟足球比赛，有一次从6点半玩到下午5点。媒体素养营队也有对学生做问卷调查，发现有9成的学生拢在使用社群媒体，其中有3成的学生每天用超过2点钟。营队表示，偏向的囡仔较单纯，即卖的囡仔拢是透过网络来接收资讯。希望营队的活动会当互因有媒体视读的观念，在所谓时代当中，理性使用网络，增加判断能力，做一个巧巧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第一间艺术电影院金线美戏院业者昨宣布8月要停止营业，主要原因是这景气不好，加上疫情冲击。这消息一出来，民众也拢真唔甘，要用行动来鼓励因继续营业。文化局也讲，目前因正咧清点内部各单位的放送机制，未来也会提供民众看艺文电影的管道。戏院外口侪人排队买票，通准备入去看电影。来的人平因过加真济，无人参戏院翕相做纪念。民众拢是听到戏院要停业的消息，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支持。2018年开幕的金线美戏院已经经营6档，业者初一入令初向破盘，公告8月初要停止营业。附近业者讲，进前者真头家，即阵来者的人参演过比剩2成。即摆开了村楼骹。啊，甲地下室2楼电影院有营业尔，像咧楼顶拢无啊啦。啊是安怎才会变甲遮稀微啊？啊，都无人去出入吧？
安怎讲？无人出去要歹停车。要结束影，感觉非常可惜，因为唔知影了后要去对于看这个非主流的电影。台南精神理戏院这个点是日本时代真著名、经古早戏院的古迹。战后改名做延平戏院继续经营。早前者嘛捌正做商业大楼，2015年为业者开1.2亿重新整修。6年前，精美戏院正筑是台南头一间艺术电影院，也毋过受到前几冬疫情影响，再加上串联媒体即阵当兴，致使实体电影院面对营运的压力。戏院经理指出，捌有一天无到10个人起来，有那种比较温馨的感觉。那事实上，我发现。在初期真的有做到，原因是因为中间我们大家遇到了疫情，其实疫情对于营运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也觉得不胜唏嘘。但是我希望事情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还是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多去真善美看看电影。目前台南当中有13间戏院，那精神理戏院、宝记轮田的专美戏院也同款真歹经营。文化局指出，因当咧规划整合台南图书馆、文化中心等所在的保送机制，通继续提供给民众观赏艺文电影的管道。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第35届金曲奖伫6月29颁奖，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发予台语歌的编曲大师刘清池，伊今年81岁啊，音乐生涯有一架子，到今犹原抑阁伫咧编曲。伊捌做过歌曲有《爱拼才会赢》、《酒后的心声》、《苦海女神娘》等等，创作出真侪台湾特有的音乐旋律。刘清池也鼓励少年辈创作者爱保留咱文化底子和对社会关怀，才会当创作出属于新世代音乐。咱毋望通过这个贡献奖的鼓励，来激励更加多少年辈爱好台湾的音乐的工作者，来以着台湾文化做基础，也来创作更加多有新台湾文化特色的。台语味的台湾音乐甲歌曲，这是咱的。台湾的编曲大师刘清池得到第35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肯定。伊捌制作的流行歌，包括《爱拼才会赢》、《酒后的心声》甲《苦海女神娘》等等，拢真出名。这个歌曲旋律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嘛陪伴济劳苦的百姓度过生活难关。刘清池讲，伊认为时代会改变，不过音乐作品有关爱保持咱的文化底子和对社会的关怀。我希望讲，即摆这较少年的辈的人，伊有缘对着台语音乐、台湾音乐有迄种的感想，伊会当伫即个时阵的环境。去了解到这个时阵的人的心灵。刘清池目前住伫澳洲，为着金曲奖特别登来台湾，拜日伊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看展览，嘛和大家分享伊所经历的台湾流行音乐的变迁史。刘清池今年81岁，1943年伫台北网甲出世，精通起步和吉他等等。1965年开始踏入业界，编曲的作品有上万条，到当60年的岁月，伊嘛还伫编曲。即摆少年也无连台语都无啥人讲，要安怎去讲解？我是期待讲伊会晓去改变，爱去就是讲愿意投入伫即个内面。到底台湾才是咱的根。刘清池认为，即卖少年辈要做台语歌是真无简单，但是伊有眼光，令大家毋通放弃台湾的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讲到这带路客对视障者来讲是真重要的助手，但是这带路客的数量无够，要安怎呢？中国上海的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设计出一种6支脚的机器人，体型和英国特区客人是差不多的，若有语音判断功能，也会晓看车红灯，行路速度也会当做调整，未来当帮助更较侪视障者。你好，小狗，我要去肯德基。听到指令就开始做动作，找目睭无方便的朋友，一步一步对要去的所在去。目睭完全看无的李女士，最近是加一个好助手，伊毋是一般的导盲犬，是一个导盲机器人。我通过语音对话，然后告诉他我要去哪里。控制它的速度是用，就是我拉着这根盲棍，然后如果我需要它快一点，我只要往前一直推它；如果需要它减速的话，我只要把手往回带，拉一拉，
它就会调整速度。这个导梦机器人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的，大小正是和英国的达古肯差不多。内面有摄影机和感测器，会当替看无的这朋友来导航，佮会当分辨青红灯。佮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导梦机器人有6支脚，行动嘛较稳定，伊的声嘛较袂去干扰到这目睭看无的人士。可以跑也可以走，但4足很难走，它必须跑，也就是说它的声音很大，就落脚声很大，总在敲地。 这样对盲人来说是一个障碍。其实，亲像澳洲和英国嘛在研发导梦机器人，但是对中国来讲，这项科技是真急要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是真欠导梦犬。中国的痴迷人协会统计，全中国有要2000万的视障人数，但是会当使用的导梦犬却敢若400多只。加上中国社会对导梦犬的熟悉佫无够深，真侪公共场所，亲像餐厅，依然是无啥欢迎导梦犬，嘛增加导梦犬的训练难度。目前上海交大正在做实地的测试，因希望未来会当甲导梦机器人大量生产，互更较侪目睭无方便的朋友都会当用到。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下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